娘娘有了身孕。你，娘娘，别，您确实怀孕了呀！娘娘，怎么样了？江氏的没怀孕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她是用了小三的惯用伎俩制假怀孕，为了笼络齐生的心。嘿，太好了！这样的话就省了咱们的事儿了，也不用咱们杀生作孽了。我的宝贝儿，这对我来说算什么好事儿啊？娘娘，江氏她没怀孕，你怎么还失望了呢？江映月生不下孩子，我用什么借口来搞掉齐胜？现在看来，之前的所有计划都无法实施了。娘娘，来日方长，咱们以后再想办法吧。我们先回宫吧，太医已经在那儿候着了。也只能这样了，走吧。小张，别睡了。喂，张太医，娘娘跟你说话呢。哎，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装这个小产比较合适啊？娘娘脉象稳定，想必这孩子也是极好啊。别装了啊！你就直接跟我说，咱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孩子拿掉？啊，娘娘，这孩子是真有了啊！小张啊，小张，这个孩子不能有。娘娘，这个孩子可以有。虽然之前臣受张老夫人之托，要称娘娘怀了孩子，但臣上次给娘娘诊脉时，确实发现娘娘有了身孕。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？娘娘，臣和您如实说了呀。临走的时候，还嘱咐娘娘吃安胎药呢。臣也是如实向皇上禀报的呀。娘娘，别，您确实怀孕了呀！娘娘，你不能这样！娘娘怀孕了！娘娘，别打了，娘娘饶了我吧！娘娘，您确实怀孕了呀！娘娘怀孕了！回来！去你的！娘娘怀孕了！您就是怀孕了！娘娘，哎呀，娘娘，这都怀上孕了，你怎么更心烦了呀？不可能，我跟齐胜根本就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啊？难道是3个月前在江府那次？啊！你不要再像个跟屁虫一样烦着我了，好不好？娘娘，您真是太大意了，怎么一直没来月事，自己都没发现呢？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又没生过孩子，我怎么知道？阿西爸！嘿，娘娘，那定是您底子好，没有什么害喜的反应。这次在江北遭了那么大的难，都没有动了胎气，说明这孩子是上天对您的眷顾，是命中注定啊！老天爷，你这是找死了玩我呀！娘娘，今天江氏没了孩子，咱们又有了孩子，这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娘娘，您怎么了？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来人呐！快来人！娘娘！娘娘，您怎么下地了呀？我是怀孕，又不是瘫痪，干嘛老让我躺着？那新熬好的燕窝粥，您吃2口。
让朕来吧。其实，这个孩子不能生。一开始朕也这么觉得。既然你也这么觉得，那咱们就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把这个孩子拿掉吧！啊！可当朕知道有了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心里竟然很欢喜。可是，这个孩子我生不了。这又是为何？上次你不是说你爱吃酸的，无酸不欢吗？现在怎么又不能生了？我这些都是为你好啊！这孩子生了会增加张家的势力，为了不让张家的势力过大，这个孩子还是不生为好。孩子和张家之间，朕当然会选择孩子。若你如此替朕放心不下张家，朕明天就扳倒他。哎，别闹别闹别闹！既然你不担心张家，你就不害怕我这个性子把你的孩子带坏了？若你担心的是这个，那大可不必，到时候会有奶妈替你看好孩子。皇上，我不能跟你生这个孩子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想和朕共同生养一个孩子？这不是和谁生的问题，而是让我生孩子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功能，我接受不了。你可知道，你这话是大逆不道。生儿育女是你的责任，怎么能由你的意愿左右？一定要生吗？啊！你若是敢对这个孩子做什么，朕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朕命你好生休养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听明白了吗？哎呀！怎么了？我头疼。朕命御厨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榴莲粥，一会儿就送过来。我不想吃榴莲粥，我想吃鸭脖、鸭肠、鸭心、鸭锁骨。我头疼。哎呀！鸭脖、鸭翅、鸭锁骨。猜猜我是谁？杨艳。没劲，一下子就猜到了。除了你还有谁呀？那你猜猜这是什么？桂花糕。啊！不要再提桂花糕3个字了。叫我好人，不用谢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鸭脖子啊？我平时就喜欢在宫中飞檐走壁，要是知道我心上记挂的某个人有个小小的心愿，我就一定会送去。当然，你可以叫我夜行侠。哎，那无需赞我，哥就是这么潇洒，做好事从不留名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我是不是洗澡、睡觉你都要看？你这是在侮辱我！我有职业操守的，不该看的我绝不会看。我是夜行侠，不是偷窥狂。来，咱俩一起吃。不吃。啊！哎，冉冉，我怎么觉得你老在我身边晃悠？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歪心思啊？那么能够，你是皇后，又是9哥心尖上的人，我是喜欢你，但不是那种喜欢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是喜欢我的模样呢，还是喜欢我的内心啊？我当然喜欢你的内心啊，我可不是那种肤浅之人。那看来你是喜欢男人。鉴定完毕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想着有朝一日我要娶媳妇了，也要娶你这样的，最好也姓张，和你长得一样最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独一无二的，
没有双胞胎兄弟。嗨，表姐妹一下。你是在让我给你介绍对象吗？姐姐，难道让我守着你嫁不出去吗？你也到年纪该娶媳妇了哈。嗯。哎，我就当一回月了啊。等我回老家，我给你撒么啊。那我就等你去啊。哎，你下次啊，给我带那个周黑鸭的变态来。哦，知道了，这可不够味儿。哦，知道了。哇，辣死了，辣死了！哎呀！陛下多久没有看过妾身为您跳舞了？有时候正在想，把你接入宫里，究竟是对还是错？你进了宫，却变得心狠手辣、诡计多端。皇上，上次你用画像一事要陷害皇后，朕并没有深究，一是念在你一时糊涂，二是皇后嘱咐朕不要为难于你。皇上竟是因为姐姐，才不责罚臣妾的。不然呢？妾身以为，皇上对我还有情，才会忍耐我的小性子。这已经不是你耍耍小性子那么简单的问题了。你居然谎称怀孕来欺骗朕！皇上因诉皇后那里，妾身心里实在难受，才出此下策。那都是对您的一份爱、一份情才会这么做的。因为爱，你已经被私情迷了心智，做了那么多违背本心之事。你可知道，你现在这般对待自己，已不再惹人怜惜。皇上，你难道感觉不到我对你的爱了吗？你究竟还要利用这个爱子做多少糊涂之事？朕一直不喜欢张氏从前的娇蛮，只觉得你比他更大度、明事理、善解人意。可真没想到，如今你们二人的性情倒像是颠倒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从今往后，你愿住在这里也可，你想去别处也罢。这幽兰殿并不是你的金丝笼，你也别想再用爱来要挟朕。皇上。